爆波又唱歌，洗腦 no more。誰說不好？誰要人生？獨立思考先係真，獨立思考先係真。真相記入腦，如果學習能選擇，現在學校入邊根本係有得到以公民教育嘅課程嘅，咁要求呢一科獨立成科，我覺得係一個唔係最迫切要做嘅事。阿 Sir， 你講得啱嘅，不過政府要洗腦，急 CY 所急，點可以唔急啊？所以死都要喺新學年推呢科咯。尋日就激起由中學生搞嘅學民思潮，同12個政黨團體出嚟遊行反對。佢哋300人由銅鑼灣行去新政總。普遍嘅6·4就已經冇提及到啦，同埋好不滿嘅就係點解見到國旗去教嘅係要尊敬嘅心，而唔係教國旗點樣嚟。有同學仲喺 Facebook 發起反國民教育嘅簽名運動，仲叫同學仔聯署，不過唔敢 share 出去啊，驚俾學校秋後算賬。一腳踩爆啲紅波，象徵粉碎染紅嘅香港。教協都草擬緊一份民間版嘅公民教育指引，嚟對抗官方版嘅洗腦教育。我覺得係好恐怖啦！政府搞啲國民教育，其實喺西環治港之下嘅國民教育呢，一定會係一個洗腦教育。人權監察都擔心老師會受政治同自我審查嘅影響，教呢科會有偏頗。